下午好，121药剂師很榮幸為您服務。而家呢度主推緊呢169嘅中式按摩啊，佢呢度呢個收費呢就係免簽小費嘅，咁同埋呢下邊嘅大堂服務呢都可以自己任選嘅喎。極大恒溫冷熱水池不同凡響，仲有濕蒸乾蒸房配備夠晒齊全。足浴大廳寬敞雅致，仲有大屏幕可以睇世界盃。每日新鮮水果、自製飲料免費為你送上。多功能房間適合3、5知己一齊過嚟做按摩服務。中意做精油 SPA 嘅朋友呢，獨立房間就啱晒啦。呢度仲24小時開放，免費過夜。包廂足浴房間私隱度夠晒高，6餸1湯白飯任裝。免費自助晚餐宵夜，每日為你奉上。駐場實力顏值技師專業服務，推薦中泰式按摩手法一流。呢度嘅位置呢，就喺深圳市羅湖區東門中路101號鴻基大廈3樓。搜尋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點擊瀏覽詳盡視頻介紹，了解更多。